優才計劃成為香港居民，從當年到後。優才計劃嘅目的係為香港吸納唔同層面嘅人才，好似透過李雲迪呢類音樂家，希望提升新一代嘅音樂水平。奪得德國柯特林根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冠軍嘅沈靜濤，同其他年輕嘅鋼琴家都希望李雲迪移居香港之後，多啲機會向佢學習。都好嘅，點解好咧？點解好啊？即係可以多啲機會見到佢哋，或者即係可能睇佢哋學上。李雲迪表明會經常去唔同地方表演，未必會長時間留喺香港生活。預計出年較多時間會留喺紐約開拓演奏事業。雖然係咁，佢仍然承諾會多啲同年輕一代交流音樂嘅心得。不一定就是說你待在這裡時間長就可以有一個效應的，因為也不是天天在表演，也不是天天在上課，所以說這個我覺得不一定是這麼看的。